主席究竟係點死嘅呢？主席究竟係點死嘅呢？主席究竟係點死㗎？喺好耐好耐之前，唔係2個月之前，有一男一女叫做肥豬同娘子，佢哋，咦，唔講啦，自己睇啦。等我一陣先，我有啲嘢想同你講啊。我有咗你 BB 啊！今日係風火年嘅水日，我成為咗全宇宙最幸福嘅男人。我成為咗全宇宙最幸福嘅女人。娘子同肥豬有咗 BB， 本應係一件好幸福嘅事，但係肥豬嘅背景令到佢好頭痛，好頭痛，好頭痛啊！啊，咁你會唔會為咗我放棄嗰個你嘅八婆啊？但係我哋嘅戀情係唔可以公開㗎。我知你係候任主席啊嘛，仲有嗰個你嘅老婆啊嘛。啊！你叫我如何是好？啊！不如我哋私奔到月球啦！我唔理乜嘢候任主席，我同巧兒都只不過係政治婚姻。我唔理啊！我哋私奔到月球啦！啊！要私奔到月球有一個方法，就係用我嘅穿牆術去情報局入面拎夠資料返嚟。咁我哋就可以私奔到月球啦！月球，娘子，偷入情報局係一件極困難嘅事，你萬事要小心啊！肥豬，娘子，就係咁，肥豬同娘子為咗佢哋嘅幸福，就決定私奔到月球。好可惜，佢哋嘅計劃竟然俾佢嘅老婆巧兒發現咗啊！冇理由噶，肥豬淨係中意我一個啫嘛。我高又高過佢，靚又靚過佢，波又大過佢，佢冇理由淨係中意佢一個。佢一定係中意我，一定個死八婆勾引我老公。肥豬係淨係中意我一個咋，一定有個八婆做啲唔知乜嘢。你個死八婆，我哋去玩殘你，我哋你殘花敗柳，心不如死，就好似佢咁樣。死啦，八婆！喂，我收到消息，隔籬星球有個女間諜，今晚會偷入情報局，你識做啦？死八婆，你今次死硬啊！我終於嚟到情報局啦！我一定要攞到私奔到月球嘅秘密啊！我揾到啦！哦，原來係咁。全部人同我企喺度。唔好走啊！BB 啊 ！BB。就係咁，娘子就俾人捉走咗，並以間諜罪被判入獄。肥豬好想救返佢，所以就計劃咗一連串嘅救人行動。佢喺呢2個月不停咁揾資料，睇下可唔可以救到娘子。事後佢諗到個方法，就係趁聯盟選舉咁緊張嘅時期製造混亂。首先，佢挑撥離間，從中作梗，
令冥王星同天王星嘅軍隊都潛入對方嘅基地。佢從中抽到時間出嚟，破壞軍事實驗室，放走宇宙怪物。其中一隻怪物阿毛係戰士實驗室博士 Alan 對付冥王星嘅人，佢就用嚟對付監獄獄長浩兒，令到浩兒失去能力，禁能術，所以良子就可以逃出。但係估唔到有2個逃犯都走咗，其中一個逃犯就係殺死自己爸爸嘅兇手。喺8年前，盟主收到情報，當時嘅冥王星主席 Plutus 想發起第8次大戰，暗中研究生化武器計劃，所以盟主潛入 Plutus 嘅辦公室，偷取犯罪證據。就喺嗰陣，仲唔俾我揾到你哋啲犯罪證據？喂，你喺度做咩啊？喺我間房度想點啊？哇！你手上面嘅拎住嘅咩嚟㗎？我知道你想製造生化武器，做發動戰爭，證據依家喺我手，我再睇議論，懲罰你。你咪想自得死我！做咩飛咗去嗰度㗎？媽咪，點算啊？我好驚啊！熊仔點算啊？點解又冇喺爹哋房嘅？唔使怕，有我喺度，等我出去幫爹哋啦。爹哋媽咪，你哋有冇事啊？你哋做乜唔喐啊？喂啊，起身啊！你個衰人，你殺咗爹哋媽咪，我殺咗你！你殺咗爹哋媽咪，你殺咗爹哋媽咪，你殺咗爹哋媽咪，你殺咗佢哋！你錯啦！呢個魔好恐怖啊！我就走下啦。西利妹受到刺激之後，爆發咗冥火靈。主席喺嗰刻用瞬間轉移及時走得到，但都受咗傷，失去咗左眼同左手。因為冥火靈所爆發嘅大火，世人看似西利妹殺死佢嘅父母，盟主順理成章咁嫁禍咗俾西利妹。小朋友啊，要唔要幫我金蘋果啊？食咗佢之後，啪一聲就識瞬間移動噶啦。只有至高無上嘅盟主 Alex 先至會有呢個能力噶。你要唔要返個啊？但係咧，我唔理啊！我唔理有咩但係，有咩後果我都要。我知道主席間房呢就好難入噶啦，但係有佢，我就可以好容易就入到去噶啦。喺呢8年嚟，盟主都非常內疚，佢好驚火焰，好驚見到西利妹，因為佢唔知點樣面對自己人生一大污點。你邊度嚟㗎？終於俾我揾到你啦！我要報仇，我要為我爹哋媽咪報仇啊！小妹妹，我哋又見面啦。我知我對你唔住，你要殺人就殺我啦！我1年幾咁大，
一定已經走唔到噶啦。偷生咗15年，算係咁啦。你個虛偽嘅死賤人，你搞到我含冤入獄咗咁多年，我爹哋媽咪又死咗，我家姐又唔要我要你死得好難睇，好難睇啊！燒死都未夠喎，我會切死你，斬死你，切做一塊塊咁樣啊！冥府靈，慘死！慘死！就係咁，犀利妹就殺死咗盟主，將所有怨恨都發泄晒出嚟，成功為自己同父母報仇，出一口氣，但最尾都要賠上自己嘅性命。哎喲，唔記得同你講添，小妹妹啊，食咗呢個蘋果之後就會得返18個鐘壽命噶啦，希望你用得其所啦。